呢一年冬天，深水埗嘅天空灰蒙蒙嘅，風從窗縫裏鑽進嚟，帶住一點海邊嘅禪味。陳志強坐在飯桌前，面前係一碗更液過嘅白粥，一碟腐乳，一小碗剩翻嘅鹽魚頭。佢72歲，一個人住在呢套40幾年嘅老唐樓裏。太太走了5年，兒子係多倫多，女兒嫁去咗將軍澳。佢習慣每晚8點等兒子嘅視頻電話，手機就擺喺飯桌右邊，屏幕朝上，鈴聲調到最大。8點過咗10分鐘，屏幕係黑的。佢喝咗一口粥，粥有啲涼啫，佢冇再熱。8點23分，手機終於響起嚟，兒子嘅臉出現在屏幕裏邊，背景係加拿大廚房裏剪睇從冇見過嘅吊燈。兒子笑住話：阿爸，等咗好耐啊！我仍然開完會。陳志強也都笑，佢話冇緊要，我食緊粥。呢晚佢哋聊咗27分鐘，中間陳志強順口講咗一句：阿爸急個戶口其實都仲有幾十萬，夠我用好耐。兒子嗰邊沉默咗3秒，然後笑得比平時熱情。掛咗電話之後，陳志強坐喺飯桌前孔就。佢望咗呢碗已經完全冷掉嘅粥，心裏有種講唔清楚嘅滋味。佢唔係後悔講咗呢句話，佢只係隱隱約約覺得有啲東西從今晚開始已經不一樣啦。只係佢仲冇想到接住嚟嘅半年裏面，呢句話會改變佢同2個仔女之間幾十年嘅關係。如果這個故事讓你想起某個人，或者讓你想起自己人生裏某一個類似嘅晚上，不妨先點個讚，我哋慢慢聽。人生行到呢個歲數，有啲事情急無離，也講無清，唯有坐低一杯茶，一個故事慢慢講。陳志強係深水埗長大嘅，父親以前喺船廠做機工，母親喺唐樓樓下擺檔賣粥。佢讀到中3就出嚟做嘢，先做過學徒，後來入咗船廠，跟住父親學電工。19歲幾年，佢喺一寮街一間涼茶鋪認識咗太太阿鳳。阿鳳嚟年17歲，幫家嚟看鋪。佢去買咗3次5花茶，第4次黐減開口講話。佢哋結婚幾年，佢24歲，婚禮喺酒樓擺咗8圍。佢記得阿鳳穿住謝娜嘅紅旗袍，笑得眼睛都眯成一條線。後嚟佢哋有咗阿俊同阿慧。阿俊係大仔，1970幾年出世，讀書啦，中學考入咗黃仁書院，大學去咗美國。阿慧小2歲，讀書普普通通，但心地好，嫁咗一個做地產嘅男人，住在將軍澳一間400幾尺嘅單位，有2個仔。阿鳳係5年前走嘅，乳癌發現得遲，前後唔到1年。走嗰晚，陳志強握住佢嘅手，佢已經講冇到嘢，但眼睛望住佢，望咗好耐好耐。佢知道佢想講咩嘅，但取一個字都講無出。阿鳳走咗之後，陳志強就開始一個人過。佢每周5點半起身，行去石碣尾嘅公園行圈，行完圈就去茶餐廳食早餐，一份公仔麵加蛋，一杯奶茶，食完就返屋企泡一壺普洱遞報紙。中午佢自己煮，通常係青菜、蒸魚、白飯。間晝2點到4點，隨會去公園同這個老友下場次。基友裏面最老友家個叫黃伯，黃伯81歲，俾佢帶走咧。黃伯一個人住，4個仔女，2個喺美國，2個喺香港。黃伯身體好，精神，講嘢中氣十足，落棋嘅時候手都互震。陳志強有時望住黃伯會想，點解黃伯更精神？我就成日覺得貴。他唔知道，答案就藏在黃伯幾十年嘅沉默裏。只係嗰時候佢係冇意識到自己一直講得太多。兒子阿俊那次視頻電話之後，事情開始一件一件慢慢變。第一件事係3日之後，阿俊突然打回嚟，這次唔係晚上，而喺香港早上9點。阿俊話：阿爸，我諗咗好耐，你個戶口低錢，其實可以問理財規劃師幫你打理下。我識一個朋友好熟 K， 佢可以幫你遞下有滅投資機會。陳志強聽咗，心裏第一下反應係：我幾十歲人，
洗滅要人幫我打你，但佢未有講出口。佢講等我審下。阿俊冇立刻掛電話。阿俊話：阿爸，你一個人住，其實我同阿偉都好擔心。你夾逼錢如果放食庫口收息好食㗎，放我度幫你打理，一年可能多幾萬蚊。陳志強笑咗一聲，話幾萬蚊我又唔等錢使。阿俊沉默咗一下，話：阿爸，你聽住先，我唔係為咗自己，我係為你好。咁我一句，我係為你好。陳志強聽咗幾十年，父親對佢講過，太太對佢講過，而家仔又對佢講，一句嘢講契。人從來都覺得自己言聽契，人從來都覺得心裏有嘢定住。佢掛咗電話之後，坐在梳化上，望住牆上阿鳳嘅黑白相片。相片裏面，阿鳳30幾歲，抱住阿俊，笑得好開心。佢忽然想起阿鳳生前同佢講過一句話：隔年阿俊考完大學，報去美國讀書，屋企要拎幾十萬出嚟做保證金同學費。阿鳳幫阿俊打包行李夾萬，同陳志強講：志強仔女大咗隨地契世界，同我哋唔同有低嘢，唔好滅都講俾隨地聽，留返低嘢值自己度，無係隨地係識自己。咁時候呢，佢未聽懂，佢覺得阿鳳想多了，佢覺得一家人呢有搣好補了。5年之後，佢終於開始明白，只是佢剛開始明白，事情又變得更加複雜。阿俊嚟通電話之後1個禮拜，女兒阿輝突然帶住2個仔返嚟食飯。阿輝帶咗1盒蓮香柳雞蛋撻、2隻燒鵝髀，仲有1煲老火湯。佢一入門就講：阿爸，你係咪身體唔舒服啊？陳志強愣咗一愣，講：我好啲啲做滅簡問。阿偉望住佢眼神有啲奇怪。阿偉講：阿俊哥同我講，你近排成日覺得貴，仲話識頭痛，你係咪有低？嘢冇話俾我哋聽。陳志強心裏一沉。上個月佢去公立醫院復診，醫生話佢血壓有低高，膝蓋有低退化，叫取笑行樓梯呢。低嘢佢只不過識一次同阿俊傾電話嘅時候，隨口提過2句。佢講得好輕描淡寫，只係想同仔清下家常。但阿俊淺然記住咗，而且轉身就同妹妹講：阿偉坐低幫陳志強斟茶。阿偉講：阿爸，我同阿俊哥傾過，我哋覺得你一個人住，其實無係辦法，你考慮下搬去老人院。陳志強手裏嘅茶杯差低跌落地。老人院取72歲，無係92歲，取自己煮飯、自己洗衫、自己行去公園、自己去茶餐廳，取好地一個人，點解突然之間就要搬去老人院？隨望住阿偉帶過嚟吉2個仲識度玩手機契信，而忽然覺得屋企裏低人雖然坐得更近，但每個人心裏都裝住無同契嘢。阿輝接落去講：阿爸，其實老人院都有幾間幾好計，有醫生、有護士、有活動。我朋友阿姨就住食荃灣嗰間，佢話好開心。陳志強笑咗一笑，講等我審下。阿輝離開之後，屋企只剩翻除一個。佢坐即飯桌前，望住窗外深水埗溪夜景，樓下幾間大牌檔契招牌燈一閃一閃，遠處有電車嘅鈴聲。佢忽然想通咗一件事。阿俊無係突然關心佢嘅健康，阿偉亦都無係突然想孝順。呢2個仔女其實係聽咗佢講契嘢之後，各自食心裏做咗計算，而佢就係感覺講得太多嘅人。但呢一件事其實都仲只係開始，真正令陳志強徹底醒過嚟，嗰件事要再過2個月先發生。呢2個月裏面，陳志強過得好唔自在。阿俊幾乎每個禮拜都打電話嚟，每次都會兜個圈睇返急迫錢計事，有時講投資，有時講基金，有時講美國，有邊間銀行雞戶口利息高。陳志強聽住唯唯諾諾冇答應，亦冇拒絕。阿偉就更加頻密，以前1個月返嚟一次，現在每2個禮拜就返嚟一次，每次都帶低補品，人參、鹿茸、燕窩，仲帶過一次天價靈芝包子。陳志強知道阿偉唔係突然間口筍，阿偉係怕
怕阿俊藉加拿大佔咗先機，怕自己踩一步。有一晚，阿俊同阿慧居然一齊視頻電話過嚟，3個人對住3個屏幕，好似開會間。阿俊講：阿爸，我同阿輝商量過，你急迫錢可以分開處理，一半放我度做投資，一半俾阿輝幫你保管，作委賬嚟契醫療費。陳志強聽到呢句嘢，徐母即刻發火。徐姐係靜靜間望住屏幕，望住2個已經40幾歲嘅仔女。徐哋嘅臉上有種徐從來未見過嘅認真。隔一刻，陳志強想起阿鳳。阿鳳如果仲識到會點樣處理呢件事，阿鳳會笑一笑，然後轉個話題。阿鳳好識做人，徐從來唔會正面拒絕仔女，亦都唔會答應。阿鳳有句話講得好㗎，仔女要計唔係答案，佢哋要計係感覺自己重要。你弊到佢哋急中感覺，佢哋就會追問結果。陳志強急慢學咗阿鳳，虛笑咗一笑，講你2個都間有心，等阿爸慢慢審，低嘢急唔理，況且我身體好地地仲有排。然後佢轉個話題，問阿俊多倫多下咗幾多雪，問阿俊低孫最近成績點。急慢掛咗電話之後，陳志強破天荒沖咗個涼，然後鋪咗一副好涼契普椅，契揸住個茶杯，坐直陽台，望住深水埗契夜色。徐活然明白咗一件事，有低嘢一旦講咗出去，就好似卜咗出去契水收股反。你以為講俾最親嘅人聽唔會有事，但每一個人就算係你契仔女，佢哋心裏邊都有一杆秤，呢間秤無是惡意，只係人性。而做父母嘅錯誤唔係仔女嘅貪心，而係自己太天真。真正令陳志強完全醒過嚟，隔一日係一個禮拜6係下午，假日佢去公園同黃伯下象棋，落棋落到一半，佢引胡住問黃伯：黃伯，你4個仔女2個識美國，2個識香港，你點樣處理你自己低錢？黃伯食咗除一字馬，然後抬起頭望住陳志強笑咗一笑。黃伯講：阿祥，你識我幾多年？陳志強講：30幾年啦。黃伯講：30幾年我從來冇同任何一個仔女講過我戶口有幾多錢啊。陳志強愣住。黃伯繼續講：我亦都從來冇同佢哋講過我邊度唔舒服。我81歲，膝頭痛咗20年，我都冇講過。上個月我去檢查，醫生話我心臟有低問題，我都冇講。陳志強講：點解佢哋係你契仔女壞？黃伯放低棋子，望住陳志強。黃伯嗰雙眼睛已經81歲，但仲好精明。黃伯講：阿祥，我同你講3樣嘢。第一，你計錢永遠冇好講俾仔女聽具體數目。你可以話你有儲蓄，但冇好講清楚有幾多，因為一旦佢哋知道咗，佢哋心裏邊就會開始規劃。而種規劃冇一定係壞心，但佢哋會開始遞你個人，冇再係一個爸爸，而係一筆資產。你信我，我遞過太多老友，因為講咗一句我有幾百萬之後企10年，日日活直仔女企算計裏面。第二，你契病痛，你契健康，冇好味都講，仔女遠幫冇到你，仔女近幫到你，但佢哋會開始擔心，然後擔心會變成控制。你話你膝頭痛，最地下一步就想你搬去老人院。你話你血壓高，最地下一步就想接管你嘅生活。人一老，最需要契唔係仔女契照顧，而係自己契尊嚴。你嘅病痛講俾醫生聽，講俾老友記聽，甚至講俾自己聽，但冇好咩都講俾仔女聽。第三，黃伯頓咗頓，你對仔女嘅失望，你對過去嘅時喊，你對婚姻嘅悔恨，永遠唔好講俾仔女聽。陳志強呆住，黃伯講：阿橙，我知你心裏面對阿俊移民有低介意，我知你心裏面覺得阿翠嫁嘅男人冇夠好，我知你成日審翻以前，覺得對唔住你太太，呢啲嘢你可以食心裏面審，
可以同我講，甚至可以對住阿鳳喺相片講，但無好講俾你嘅仔女聽。陳志強問點解？黃伯講因為呢，低嘢一旦講咗，就會變成佢哋一生嘅負擔。你以為你係清心事，其實你係把自己嘅遺憾長臂下一代。仔女最怕契唔係父母有錢，唔係父母有病，而係父母有遺憾，因為佢哋會一世覺得自己令你失望咗。呢種感覺會毒害佢哋佢人生，亦都會毒害你同佢哋佢關係。嗰個下晝，陳志強直公園坐咗好耐好耐。黃伯離開之後，契一個人望住棋盤，望住夾低已經亂晒嘅棋子，契忽然發覺自己呢幾年講過契呢，以一句一句浮返上心頭。佢同阿俊講過，你阿嫲走咗之後，我先明白，我以前對佢真係冇夠好。佢同阿慧講過，你老公做地產，其實唔係一萬穩定嘅工，你要小心低。佢同兩個仔女都講過，阿爸戶口大概有幾多，你哋日後就無使擔心。佢同阿俊講過，我膝頭痛，血壓又高，醫生話要注意。呢低嘢，佢當時覺得係清心事，係一個父親對仔女係信任，係一個老人家係坦白。但今日佢終於明白呢，低嘢無係清心事，呢低嘢包袱係隨一個人扛咗幾十年，然後一次過全部倒閉仔女契包袱。而仔女佢哋冇係冇想接，佢哋係接冇起。今晚返到屋企，陳志強做咗一件事，隨由櫃桶裏面拎出阿鳳留低嘅個舊暖水壺。呢個暖水壺係阿鳳40年前嫁被娶嗰陣，隨阿媽送契嫁妝之一鐵殼，紅花已經衰晒色。佢揸住個暖水壺坐喺牆邊，同阿鳳契相片講嘢。隨講，阿鳳，我今日先明白你急句話嘅意思。你話仔女大咗，佢哋契世界同我哋胡同，你教我留翻低意識自己度。我以前冇聽我，今日先知道你嘅言契。隨講，我以為一家人就要滅都講，但原來一家人先至更加需要有低義務講。今晚隨瞓得好好，係5年嚟瞓得最好嘅一晚。由今日開始，陳志強契生活慢慢變反。阿俊再打電話嚟問投資契事，徐笑住講：阿爸吉低錢，我問咗銀行嘅經理幫我搞掂咗，你無使擔心。阿俊問邊間銀行搞咗未？陳志強講：你放心，阿爸自己識得處理。徐冇講多低，阿慧再返嚟講老人院契事，徐笑住講：阿慧多謝你關心，但阿爸依家好開心，冇想搬。阿慧問你身體點樣？上次話膝頭痛。陳志強講都好啦，行得走得，你無使擔心。卻又冇咁多低。奇怪街係佢講得越少，阿俊同阿慧反而越緊張。呢種緊張冇再係嗰種想搞掂爸爸低錢係緊張，而係嗰種爸爸開始有自己嘅生活，我哋會失去草計緊張。阿俊開始比以前更加頻繁間打電話，唔再問錢，反而問阿爸你今日食咗未？阿爸深水埗而家點樣？阿爸你記唔記得我細個成日拉住你去阿寮街？阿慧開始返嚟同陳志強食飯，唔再帶補品，反而帶低以前佢中意記，亦好似蓮香樓企蛋撻，好似漢記企笑我。有一次阿慧臨走之前，直門口猶豫咗一下，然後轉身講：阿爸，我以前係咪對你唔夠好？陳志強笑咗一笑，講：阿慧，你係我個好女，做人計事唔好審監多，你過好自己嘅生活就係對阿爸最大嘅孝順。阿慧眼圈紅咗，轉身落樓。阿鳳，我今日想同你講緊一句嘢，我講俾你聽。一個人到咗晚年，最重要嘅無係身邊有幾多人，而係自己心裏邊有幾多空間。易經裏面有一句話叫近其止，止其所野，意思係人要識得停職，應該停計地方。做人做到7老80，如果仲要樣樣都講，樣樣都傾，其實係冇分寸。你以為係親密，其實係過界。道家講：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。
真正明白事嘅人，無會滅都講嘅人，其實係仲未明白。孔子講，君子欲力語言而敏於行，意思係君子講嘢要慢，做事要快。到咗我哋呢個年紀講嘢更加要慢，甚至要識得模講。呢低道理我以前都讀過，但讀過冇等於明白，要經歷過先明白，要痛過先明白，要將自己溪晚年差低搞亂咗先明白。我今晚坐席呢度同你稱故事，其實我自己都冇係一個滅都做賢溪人。我有個老友姓李，我哋叫徐李伯。李伯8年前退休之前係巴士司機。李伯有一個仔，讀書冇孫利，但心地好。李伯退休嗰陣同我講，佢想將自己契積蓄全部俾個仔做首期等佢結婚。我勸過李伯，你留翻一低俾自己啦，你都仲有幾十年要過。李伯笑住講，我個仔間貴，我信佢，況且我講晒俾佢，天佢都知道阿爸有幾多身家，將來一定會照顧我。我當時冇再勸，我心裏面覺得人掂屋企事，我唔應該多口。結果3年之後，李伯個仔娶咗老婆，老婆好強勢。李伯俾咗急迫錢做首期之後，自己身上冇咗積蓄，佢想搬去同個仔一齊住個新炮胡肯，水想幫個仔湊孫。個新抱話無事。李伯今年76歲，一個人住喺元朗一間劏房，佢仲有個仔，但個仔一年翻嚟遞除1-2次。李伯身體差咗好多，佢連入過2次醫院。我上個月去遞李伯，李伯揸住我雞手，眼淚流落嚟。李伯講，阿橙，我錯咗，我唔應該乜都講俾個仔聽，我唔應該乜都俾。我以為一家人就係要透明，就係要坦白，但原來串。李伯講唔落去。我望住李伯，我心裏面響起黃伯當日講契假番話。我忽然明白，晚年幸福同冇幸福企分界線，其實好四，就係夾幾句嘢，就係夾幾個決定，就係有低嘢講咗同冇講。而做父母嘅最大嘅智慧，無係將一切都俾晒仔女，而係識得留返一部分俾自己。一部分無係金錢嘅數目，無係身體嘅迷物，無係過去嘅遺憾。呢一部分係尊嚴，係自主，係自己人生嘅主導權。如果你聽到呢度，我想同你分享幾句，而等你可以帶返屋企慢慢想。第一句，錢財契事一定要有分寸。你可以話仔女，你有儲蓄夠你自己養老，無使佢哋擔心，但你無好講清楚數目，唔好話阿爸有50萬，唔好話阿爸間屋值幾多錢，唔好話阿爸計退休金一個月幾多。呢低數字一旦講咗，就唔再係你計，就變成咗屋企嘅賬目，而屋企嘅賬目永遠都會引起計算。第二句，健康契事無好驚天動地。你有病痛，睇醫生；你有困難，問專業嘅人幫你。仔女遠幫冇到實際計，也只會擔心仔女近幫到你，但取地計關心會好快變成控制。你可以話你近排精神比較好，但你唔需要話你上個禮拜染血糖偏高，有低病。講多咗，仔女嘅關心就會變成負擔，講少低，反而你自己更加輕鬆。第三句，過去嘅遺憾留返俾自己。你對婚姻嘅悔恨，你對仔女嘅失望，你對自己人生嘅遺憾，呢啲嘢講俾老友聽，講俾相識幾十年嘅街坊聽，甚至講俾我呢低陌生人聽，都好過講俾你嘅仔女聽。因為你嘅仔女隨地係你嘅仔女，唔係你嘅治療師。你嘅自陷長臂隨地，只會變成隨地係你陷。你嘅痛只會變成隨地係痛。你以為降樣係清心事，其實係將自己契十字架掛直取地景上。第四句，留返一低神秘感。我講契神秘感，無計裝假，係保持自己作為一個獨立嘅人契完整。你係仔女契爸爸，但你亦都係你自己。你有你自己嘅生活，自己嘅圈子，自己嘅習慣，自己嘅想法。第二，唔需要講講都同仔女交代。
你契生活越有神味感，仔女反而越會尊重你，越會好奇你，越會想主動親近你。我今日講呢，低毛係叫你互信仔女。我哋做父母嘅一世都愛仔女，呢種愛永遠都唔會變，但愛唔等於要將自己完全打開。愛有時反而係要識得保留。一杯茶，如果你將茶葉全部倒晒出嚟，就冇咗茶契味道一間屋。如果所有契門都日日打開，就冇咗屋企契感覺。一個人如果咩都講晒，就冇咗自己契根。到咗我哋呢個歲數，最重要嘅事情係做返自己，做一個有自己契生活契老人家，做一個有自己契面物契老人家，做一個仔女敬重朋友之分，自己安心契老人家。間樣你計晚年先至係真正計晚年，而唔係變成仔女生活裏邊計一個附件。我今晚坐席深水埗呢個袖堂樓裏邊，一杯普洱茶已經泡咗第3池水，窗外深水埗溪燈光依然一閃一閃，樓下幾間大排檔溪招牌燈幾十年都冇變過。我嬸番丫鳳當年同我講計假句話，仔女大咗佢哋契世界同我哋唔同，有低也無好搣都講俾佢哋聽，留翻低也直自己度，無係佢哋契識自己。呢句話我用咗幾十年先明白。如果今晚呢個故事令你想起自己嘅生活，想起自己講過幾句低話，講起自己低仔女，如果你覺得心裏邊有少少震動彈慢，間請你留翻1分鐘直下面留言區同我講句嘢㗎啦。你無事講你有幾多錢，你無事講你有咩病，你無事講你嘅遺限，你只需要講我聽到咗3個字，因我就知道今晚呢個故事冇白講。如果你身邊有一個朋友，一個兄弟姊妹，一個多年契老友，你覺得佢都應該聽下呢個故事，請將呢條片分享俾佢。有時候一句嘢，一個故事可以改變一個人契晚年，而我哋呢一代人嘅晚年其實唔需要幾多錢，唔需要幾多子女嘅探望，唔需要幾多熱鬧，我哋需要契只係一份屬於自己契安寧。呢份安寧由今晚開始，你決定胡講計夾3句嘢開始。祝你身體健康，祝你心境平安，祝你契晚年比你想象中更加自由。我哋下次再傾。